今晚咧同大家傾個問題啊。咁如果你認為一個成大事業嘅人咧，係需要一個叫做智商啦、情商啦、財商啦，呢三樣嘢，你覺得邊樣嘢最重要咧？當然啦，三樣嘢都有係最好嘅，但係呢種情況好難得，係冇一個完美嘅人，但係會有個完美嘅團隊。咁喺呢三樣之中咧，你有智商係可以做到好多嘢嘅，係解決到好多問題嘅。但係咧，你如果生意好咗咧，你再有一個財商喺管理財務方面咧都非常之好嘅。咁另一個叫做情商，情商咧就係你覺得情商重唔重要咧？喺我個人認為咧，係成個計劃入邊、成個生意入邊咧，最重要嗰個就係一個情商。例如喺歷史上《三國演義》嚇，我今日着嘅呢件衫咧，就係一個曹操嚟㗎嚇，一個圖案。咁我諗起一個人物叫劉備。劉備你覺得佢叻咩？佢真係一個好普通嘅人，但係佢嘅情商非常非常之高嘅。如果佢情商唔高咧，都會影響唔到諸葛亮同佢打天下。咁有一個例子，當其時咧就係佢打仗嘅時候，同佢嘅家族咧就流失咗，揾唔到啦。咁佢嘅大將趙子龍就去一個人千里走單騎去救佢嗰個仔阿斗嘅時候咧，就衝過重重嘅包圍，就將個仔救到佢阿劉備嘅手上。咁劉備當其時咧就抱住佢個仔啊，就定喺地下。呢個衰仔啊，係啊爭啲損失咗一個大將，因為咧當其時趙子龍咧就幫佢救仔啊嘛，救仔嘅時候咧係咁咧有分分鐘會死嘅喎，所以佢喺當時咁多人定佢個仔落地下咧，哇嗰刻咧收買咗幾多人嘅人心啊！咁後期到劉備死咗之後咧，你發覺諸葛亮咧打仗咧就冇咁順利噶啦，所以咧喺一個智商好高嘅人咧，如果佢情商唔得咧，慢慢咧就會將成個團隊去破壞嘅。係啊，因為佢會得失好多人嚇，上邊又唔尊重咧，下邊又唔尊重啦，咁又得失外邊啲行家啦，所以呢個時候咧就我哋做生意就真係需要一個情商好高嘅人先可以帶領大家打呢一場仗嘅。